林逸轩，你是否愿意娶乃梦做你的妻子？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你都毫无保留地爱他，对他忠诚，直到永远。我愿意。乃梦，你是否愿意嫁给林逸轩为他的妻子？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你都毫无保留地爱他，对他忠诚，直到永远。我愿意。现在我宣布，林逸轩和乃梦正式结为合法夫妻。虽然说我跟乃梦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和浪漫，但婚姻却给我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踏实感和安全感。自从我们俩结婚以后，在乃梦的鼓励下，我的事业也有了全新的发展，公司也随之一步步走上了正轨。我那颗漂浮的心也渐渐地沉淀了下来。每个人都会走进逸轩，你看这个床多好啊！是啊，而且这个床摆在我们床边边，特别适合吧？我们生下的孩子一定大，这个床能装下吗？你看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推车还可以折叠，特别方便的。哎，不错呀。嗯，你推给我看看。来，我试试。我来看看啊。我走喽，晒太阳了。哦，挺有好爸爸的样子的。逸轩，你过来一下。啊。你看，现在小孩的衣服真可爱。真是挺可爱的。这好像是女孩的吧？你哪知道我们生的是男是女？那你想要男的女的？是孩子都行啊。婚后的生活过得既简单又踏实。乃梦最大的愿望是早一点当上母亲。我们俩都沉浸在对新生命的向往中。老公，你看，贴哪个好？这个吧，小熊维尼，男生女生都喜欢。贴哪个？往这儿。往这儿。太多了。那儿，觉得呢？往那儿。你不帮忙还一直玩。哦，你不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这小孩子的房间不可以这样子。林逸轩，林逸轩来了没？啊，来了。去取经铺取个样品，做个检查。取经室。直走，左转。那，医生，我需要取多少？有多少取多少。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，乃梦一直怀不上孩子。
所以我们俩去了医院，做了一次详细的体检。有多少取多少。哥们儿，哎，你干什么呀？这地方太孙子，太他妈坑爹了。我不行，你行吗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。你有手机吗？带了。怎么了？你这手机上有图片什么的，帮哥们儿启发启发。谢谢，我帮你找找。谢谢。就他，我对着他行。这胡闹什么呀？这他妈是我老婆。对不住啊，我自己想办法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你怎么这么慢啊？啊，那个遇了点小麻烦。啊？什么麻烦？没事。你怎么样了？做了检查，现在就等报告了。放心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确实是因为身体上的问题导致不孕。什么？没事。是哪方的问题？是我的问题。您之前是不是有过比较严重的外伤？你还好吗？爱宝，爱宝。